歡迎大家再次支持時事娛樂睇。開始影片之前，記得訂閱咗我哋嘅頻道，點讚同睇完之後留低你嘅睇法。咁我哋立即開始。今日講嘅新聞又係一單同西客有關嘅離譜事件。今次發生喺將軍澳一間麥當勞，有個大叔等候取餐嗰陣，因為自己打輸機，竟然歸咎於職員催促佢取餐，搞到佢分心，所以輸咗。佢喺鋪頭發爛渣，狂罵職員，仲要求賠償多一個蘋果批。佢鬧人嘅內容包括：你而家扯 X 住我把火啊！我打緊機喺度滴滴大台，嘈住我成個過程俾人拍低放上網，引嚟網民熱議，個個都鬧個大叔離譜。同時，女職員冷靜應對嘅做法就獲得網民一致讚好。今日我哋用中肯角度睇下呢一件事嘅來龍去脈、法律責任同埋服務業前線員工嘅辛酸。首先詳細講下段片嘅內容。段片喺 Facebook 群組將軍澳主場流傳，總共有3段。事發喺4月13號。第一段片見到個大叔企喺取餐櫃台前面發爛渣，女職員問佢：你而家係想點？大叔就話：你而家扯 X 住我把火啊！我扯火啊！而家女職員好冷靜咁話：你扯火？好，我而家想幫你解決問題。但大叔即刻插嘴鬧：我話嚟攞嘢。好簡單，你同我講話冇，要等1分鐘，我等，我坐喺度。好，我打緊機你，其他職員喺度唧，台坐嘈住我，打輸咗，嘈住我催我攞。女職員強調我哋同事都好友善。大叔就話：你唔好話友唔友善，你嘈 X 住我攞唔 X 攞，取餐我有自由噶。女職員問：好，你而家想我哋點樣幫你先？大叔話：賠咯，賠多當蘋果批咯。女職員追問點解要賠？大叔話：你遲咗冇去攞啊嘛，我喺度等你啊嘛，啱唔啱啊？你叫我等噶嘛，咪要賠咯。你做錯嘢。女職員重申冇做錯事。大叔就話：我嚟攞嗰陣時你冇得攞呢，就已經係問題。我等咗10幾分鐘啦已經。最後女職員表示可以退款，大叔話唔緊要啊，退錢俾我。第2段同第3段片見到阿叔因為退款會冇咗優惠券，所以唔接受退錢，繼續嘈鬧，要求重新炸個蘋果批。佢話：你即叫即炸，你個蘋果批仲要。頭先我問你嗰時，你話冇啊嘛，即叫即炸嘛。女職員話：即叫即炸，好新鮮噶啦。你想點先？大叔話：炸過咯。女職員話：炸過得等多6分鐘。OK， 大叔話：我睇住你炸，冇問題，等多6分鐘。仲命令唔好叫佢取餐，唔好嗌我自己過嚟攞，我即刻數6分鐘。女職員勸佢：不如你冷靜少少。大叔反駁：唔係我唔冷靜啊，我好冷靜啊，重申我自己識嚟攞啊，唔好催我啊。樓主補充：最後職員重新炸過個蘋果批俾個阿叔，佢咪又係要等。樓主大讚個女職員好叻，冇俾個阿叔空到。呢單新聞有幾個地方好值得討論。第一係個大叔嘅離譜邏輯，佢自己打機輸咗，竟然賴職員催促佢取餐。呢個邏輯等於我踩到蕉皮跌親，賴你唔提醒我前面有蕉皮。打機係個人娛樂，職員嘅職責係整餐同出餐，完全冇義務遷就你打機。你一邊打機一邊等餐，職員整好咗叫你攞，係正常程序。你自己因為打機分心而輸，關人乜嘢事？仲要人賠蘋果批，真係匪夷所思。有網民話得好，佢打機輸咗關職員咩事？消費少少，以為自己大 X 晒。我哋再深入分析一下呢個大叔嘅心態，佢可能係一個退休人士，平時生活空虛，將好多時間同精神投放喺手機遊戲上。對佢嚟講，打機輸贏可能係好大件事，甚至影響佢成日嘅心情。但佢將呢一種情緒帶出街，仲要發洩喺無辜嘅人身上，呢個就係佢嘅問題。佢可能覺得自己係消費者，俾咗錢就係大爺，職員要完全遷就佢，但佢忘記咗麥當勞係快餐店，唔係私人會所。職員嘅職責係有效率咁出餐，而唔係等你打完機先至叫你。佢嘅行為反映咗一種自我中心同欠缺同理心嘅心態。有心理學家會稱之為外歸因，即係將自己嘅失敗歸咎於外界因素，而唔肯反省自己。呢一種人永遠覺得自己啱，人哋錯，好難相處。第二係女職員嘅應對方式，面對一個無理取鬧、大聲咆哮嘅客人，女職員由頭到尾都好冷靜，冇同佢對鬧，冇爆粗，仲好有禮貌咁問你：而家想我哋點樣幫你？當阿叔要求賠蘋果批，佢唔係直接拒絕，而係提出退款呢一個合理方案。當阿叔唔接受退款，要求重新炸，
佢都肯做，但講明要等6分鐘。成個過程佢守住咗公司嘅底線，唔會無理賠償，同時盡量滿足客人嘅合理要求，重新炸。呢一種專業態度值得所有服務業前線學習。有網民話：我覺得可以寫信讚下呢幾位員工職員做出氣袋，真係慘。我哋可以拆解一下女職員嘅溝通技巧。第一，佢冇同阿叔爭論你啱定我啱，而係直接問你想我哋點幫你。呢個係以客為中心嘅思維，將焦點由邊個對邊個錯轉移到解決問題。第二，佢提供咗具體嘅解決方案，退款。雖然阿叔唔接受，但係至少展示咗誠意。第三，當阿叔要求重新炸，佢冇討價還價，直接答應，但係講清楚要等6分鐘。呢一個係設定期望，避免阿叔之後又投訴等得太耐。第四，佢全程保持冷靜，聲線平穩，冇被阿叔嘅情緒牽住走。呢一啲技巧全部都可以寫入服務業培訓手冊。如果每個前線員工都學識呢套，香港嘅服務業衝突一定會減少。第三係其他職員嘅角色，斷片見到除咗呢個女職員，仲有另一個男職員同另一個女職員都嘗試同阿叔溝通，都係好有禮貌。成間鋪嘅員工似乎都受過良好訓練，冇因為阿叔嘅挑釁而失控。呢個對於一間快餐店嚟講，真係唔容易，因為前線員工人工低，壓力大，成日要忍受無理客人嘅謾罵，好易爆煲。但佢哋頂住咗，值得一讚。尤其係個男職員，佢行出嚟同阿叔講嘢嗰陣，都係好有禮貌。即使阿叔將怒火轉移去佢身上，佢都冇反擊。呢一種專業精神值得尊敬。網民嘅反應幾乎一面倒，鬧過阿叔。有人話刁民消費少少，以為自己大益晒，唔知所謂，欺善怕惡，簡直係野蠻人。呢啲大叔擺明搞事，大聲夾惡，就以為有人怕咗佢，真丟架。亦都有人同情職員做出氣袋真係慘。香港服務業唔係出氣袋。對於女職員，網民就一致讚好，好叻，冇俾個阿叔兇到 EQ 好高。如果係我，一早報警。有網民仲話呢個阿叔應該去睇醫生，情緒管理有問題。亦都有人指出，其實麥當勞可以報警，唔使同佢客氣。從法律角度睇，呢個阿叔嘅行為有機會觸犯公眾地方行為不檢。根據香港法例第245章公安條例第 17B2 條，任何人喺公眾地方作出喧嘩、騷擾、辱罵、侮辱性言辭或者行為，意圖或極可能導致他人破壞社會安寧，一經定罪，最高可處罰款$5000同埋監禁12個月。阿叔喺麥當勞入邊大聲鬧人、爆粗，已經符合喧嘩、辱罵嘅條件。如果佢嘅行為導致其他客人不安或者職員報警，佢真係有機會被拉。2025年12月，大埔超級城一間火鍋店就有一個女食客因為唔滿意牛肉質素，大吵大鬧，仲打碗碟，最後被控公眾地方行為不檢、普通襲擊同拒捕。所以千祈唔好以為消費者大晒，鬧人都可以犯法。另外，阿叔嘅行為仲可能觸犯噪音管制條例或者店鋪容許條例中關於喺公眾地方造成騷擾嘅條文。雖然通常警方會先以公安條例處理，但係如果阿叔嘅行為持續或者影響到其他食客，麥當勞公司有權禁止佢進入鋪頭，甚至申請禁制令。喺外國，呢一類西客會被列入黑名單，永久唔准幫襯。香港嘅企業都可以考慮引入類似機制，保障前線員工。對於一般市民，呢一單新聞有乜嘢啟示？第一，尊重服務業前線員工，佢哋唔係你嘅出氣袋，你俾錢買食物，佢哋俾食物你，雙方係平等交易，你冇權因為自己心情唔好就鬧人。第二，如果遇到問題，應該冷靜同職員溝通，而唔係大聲夾惡，你越大聲，職員越唔想幫你。第三，如果見到有人無理取鬧，可以考慮幫手報警，或者至少唔好加入圍觀起台。第四，家長要教導仔女，消費唔等於可以冇禮貌，做一個有教養嘅消費者，比有錢更重要。第五，
如果你自己係服務業員工，遇到同類情況，記得保護自己，唔好還口還手，盡快揾經理或者報警。我個人分析認為，呢一單新聞反映咗香港社會一個好嚴重嘅問題。有一部分人，尤其係中年以上嘅男士，成日覺得顧客永遠是啱㗎，覺得自己俾咗錢就可以任意辱罵職員。佢哋可能喺生活上遇到唔如意，例如打機輸、俾老闆鬧、同屋企人嘈交。然後就將呢啲怒火發洩喺無辜嘅服務業員工身上，呢種行為唔單止冇品，仲好懦弱，因為佢哋唔敢同同輩或者上級嘈，只敢恰啲唔敢還口嘅前線。希望呢一班人可以反省下，如果自己嘅仔女做服務業，被人咁樣鬧，你嘅心會唔會痛？我又想講下打機文化嘅影響。近年手機遊戲流行，好多成年人沉迷其中。打機本身冇問題，但係如果將遊戲嘅輸贏睇得太重，影響到現實生活嘅情緒同行為，就變成問題。呢個阿叔因為打機輸咗，就大鬧麥當勞，明顯係將虛擬世界嘅情緒帶咗去現實。呢個現象值得關注。家長、學校、社會，最後我希望麥當勞公司可以表揚一下呢一位女職員同佢嘅同事。例如俾個優質服務獎，或者至少一封嘉許信。前線員工成日受氣，少少鼓勵對佢哋好重要。同時，如果下次再遇到同類情況，公司應該支持員工報警，而唔係要員工硬食。至於個阿叔，如果佢睇到呢條片，希望佢會覺得醜，為咗一個蘋果批，搞到自己嘅醜態曝光全港，仲要俾人起底嘲笑，值得咩？希望佢可以反省。以後唔好再咁樣對待服務業員工。服務業員工都係人，都有尊嚴。你尊重人，人先至尊重你。大家都嚟到最後啦，未訂閱點讚嘅朋友，請訂閱點讚，同埋可以睇埋我哋今日嘅其他精彩內容。